会叹，阮心内惊吓，嘛求主你安静阮的心。阮知这疫情愈来愈有诶控制，阮嘛希望搁较侪诶信徒会当搁转来你诶殿院中，搁来敬拜你。啊，搁有侪侪会友，因咧来教会路途中，求主你保守因诶骹步诶平安。阮今日将这敬拜、恭敬奉献伫主你诶面头前，阮来祈祷，靠主耶稣圣上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平安，感谢主吼，咱是有福气的人，会当来到主的圣殿来遮同齐来敬拜上帝。请咱掀开圣诗375首，375首，这是咱5月这个月的月诗吼。咱兄弟姊妹毋知有发现无？咱逐个月的头一礼拜吼，咱拢会有新的歌，啊，这新的歌咱要唱一个月啦吼，啊，所以咱这首诗对咱较清楚，啊，搁这首歌嘛较特别吼，请咱司琴甲咱弹一遍，互咱听一下吼。伫这快乐日子，要用什么元素来表达欢喜？咱感谢主接。纪念上主大恩，着献什么歌表达学乐敬尊？我头先来介绍这首歌啦吼，因为这首歌是一个美国人所做的吼，伊是作曲的作曲家，伊真少写诗吼。啊，伊伫1980年的时阵，吼为着卫理学公会25周年来所写的啦吼。啊，本来伊是无第一节，啊，因为要放伫圣诗内面，所以伊甲第一节搁甲添落去吼。啊，伊才有内底有讲，咱要用什么来感谢？为过去来感谢什么？吼，这首歌就是为教会奉献。啊，我嘛来看咱的周报吼，咱的教会是伫1981年。咱就创立吼，啊，第一遍的献堂是1898年吼，所以咱加伊足侪年吼，所以咱已经129年啊，到今年吼，啊，迄个献堂的时是已经122年吼，啊，伊迄阵做这首歌的时阵吼，是1980，离咱的教会有89年的时间，所以我感觉讲，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讲啊，咱伫即个教会，咱拢是历史参与者吼，咱拢兄弟姊妹，无论你做啥物，咱拢参与伫即个教会的历史。啊，咱为着即个教会要做啥物吼？啊，咱要感谢啥物吼？我感觉讲，咱若了解即个事的时阵，我感觉你唱足有感觉的安尼啦吼，是较歹唱的吼。来，请司琴，咱来练看觅一下吼。来，有人下黎明，伫这快乐日子，有人什么元素来表达欢喜？咱感谢主今，纪念小主大恩，就献什么歌表达无路敬尊。搁一遍头一节，就是大声黎明，伫这快乐日子，就用什么元素来表达欢喜？咱感谢主今，纪念小主大恩，就献什么歌表达无路敬尊。你看这首歌吼，甲咱普通时咧唱的圣诗吼，足无共款的吼。
吼所以咱来接受即款的课吼，伫圣诗内面啦吼。有诶所在是爱较紧讲伫头一个破表内底吼，伫即快乐日子着用都爱较紧诶过去吼，着用啥物元素来表达欢喜安尼吼。所以无要紧，咱哪咧，因为咱是头一礼拜嘛吼，所以咱来练一个月，咱就足够唱啊吼。咱过来唱第1节甲第2节，因为第3节、第4节无谱，较歹唱啦吼。来。好来，就大声的鸣，伫这快乐日子，就用什么元素来表达欢喜？咱感谢主亲，力量相助大魂，就用什么歌表达？第2节，为过去感恩，有英雄的前路，人在前甲关难来，是很迷茫。为现在感恩，为好心为幸福，为宣告顺便，看基督做行动。即摆唱吼，甲咱所唱的圣诗无啥共款。咱来试看卖第3节好无？来试看卖，因为伊无谱吼，敢若继续歹唱安尼吼。来第3节来试看卖。为本之感恩，基础人受背高，无论每日如何，咱在会临高，多做咱言欢，言欢乐为路口，主汉人不朽咱的天堂无穷。咱来看迄个第2页下面吼375首的 B 下面遐奉献吼，这嘛是这个词安尼，迄个作家安尼讲的吼，就是讲全能的上帝，你有赏赐一切至善个完美的恩赐，求你教示阮会晓奉献，阮的全人以及阮所有的，互阮毋是只有用嘴唇在学落你，是用阮生活全部，将阮逐日一切的责任、忧伤甲喜乐，拢变成活祭献互你，我靠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吼。咱毋是用喙学落啦吼，喙嘛爱啦吼，嘛行动嘛爱吼，所以即个作曲家是吼是讲鼓励咱吼，伫咱的生活全部吼，拢爱奉献互上帝啦吼。好，那请咱过来献开272首，272首。这首诗嘛是为着教会啊吼，嘛是迄个教会敬拜的诗歌。咱来甲念一遍好无？来，阮爱上帝圣殿，救主荣光凸显，伫遮有大欢喜，赢过世上无比。这是基督的厝，主日交陪我主，上帝伫遮施恩，接见受敬羊群。阮爱活命的话，团主奇妙所做，悲伤未受安慰，平安快乐三随。阮爱伫遮吟诗，学乐上帝慈悲，欣慕天顶圣诗，称赞救主胜利，求主赐阮稳定，一生听你无别，后日伫天见你。圣徒一齐学乐，咱对赞美，毋是赞美，对赞美嘿，圣徒一齐赞美吼。咱特别是伫即卖疫情的中间吼，咱真正是爱感谢上帝吼。真侪教会拢停止聚会，但是咱的教会吼
空间足快吼，啊嘛无去炸着吼，啊咱甲窗门拍开啊戴口罩，我感觉这是足大诶福气吼，咱会当伫遮自接是实在真大诶福气，上帝真疼咱啦吼。咱来唱第1节、第2节啊，甲第5节，啊咱就来进入咱诶礼拜吼，来272。上帝前灯，救出眼光独黑，地家无多欢喜，也归谁就不必，这是基督的主，主接高杯。主，上帝的家是我，接起手经有君，救主属万轮的，一先听你宝贝，后日的天气。前多几最赞美。当迄日，伫犹太地，人的确唱即个歌讲：阮有坚固的城，伊要用救恩立做城墙，做外城墙，就开遮的门，互守信息、义的百姓得到进入。坚心倚靠你的，你要保守伊10分平安，因为伊倚靠你。恁着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主耶和华是永远的石盘。请献开新圣诗第375首，着带什么礼物？
第375首，着带什么礼物？着带什么礼物？伫这快乐日子，着用什么元素来表达欢喜？咱感谢主旨，纪念上主大恩，着献什么歌表达阿乐敬尊？请起立，吟选手。着带什礼物？伫这快乐日子，着用什么元素来表达欢喜？咱感谢主旨，纪念上主大恩，着献什么歌表达阿乐敬尊？为过去感恩，每一上的情人因在情加关恶来实现美满。为现在感恩，为百姓，为敬奉，为宣告使命，我基督做行动。明日感恩，伊所人想袂到，无论明日如何，咱在为临到，陶做咱永远，永远拢为落空主恩恩保守，咱伫听堂无穷。咱带这礼物，伫这快乐日子，用这的话表达咱心中欢喜。他感谢主旨，纪念主大恩，中丰恩这首歌，表达阿乐尊重。请坐。下面，咱用主的基督文来告别咱的信仰，伫周报的第7面。主祷文：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下面请掀开圣诗后壁面启应，今仔日咱要启应的所在是启文第8篇，启应文第8篇。启应文第8篇也是诗篇23篇。咱来三角启应。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新的气力。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咧。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启应到这，下面请掀开圣诗272首，272首。272首，我爱上帝圣殿，我爱上帝圣殿，救主荣光着显。伫遮有大欢喜，赢过世上无比，请起立，
吟全首。我上帝圣殿，叫做眼光着现，你叫我大欢喜，也过世上无比，这是基督的厝，有一交陪我主，上帝的正是阮，接近受敬有君，原来我命的话，当作奇妙所做，以上我受安慰，平安快乐三岁，原来伫这吟诗，阿拉上帝慈悲，因无天定诚实，称赞救主胜利，救主赐愿稳定，一生听你无变，后日地天给你，圣道一切赞美。请坐。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人民听堂，公义稳定的天父上帝，这时阮众人聚集伫你的殿院，也有兄弟姊妹是透过直播的方式，拢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首先，阮为着这礼拜以来，阮伫祈祷、读圣经以及圣讲服侍方面无够野的所在。伫工作上、伫生活上，以及阮为人处事方面，无合你旨意的，恳求你的赦免。天父上帝，阮知你有透过圣经提醒阮，侪时阵，虽然阮的心神甘愿，阮的肉体却是软正。阮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无将肉体的软正当作是借口，互阮也会当常常透过读经、祈祷来亲近你。上时，阮也为着伫即礼拜当中，你所赏赐互阮伫生活中的平安、喜乐、工作上的顺利，阮的病痛得到医治，以及阮的祈求得到应允，阮献上满心的感谢。总是阮的兄弟姊妹当中，有缘有人伫学校的功课顶面，伫工作上、伫事业上、经济上、身体健康、婚姻生活等等，有拄着逼迫、恶担当的。阮也恳求天父上帝继续看顾保守，互因会当伫患难中有缘感受你时时甲因三甲之地。特别是当因伫患难中的时，向你祈祷，恳求天父上帝，你互因的祈求会当得成。因为侪时阵，阮的信心亲像迄个带着细囝来到主耶稣面前，恳求帮助的老爸所讲的话同款。我信啦，我所信无够的。你着帮助我，因着天父上帝你的帮助来坚固阮的信心。阮也为着伫病痛当中的兄弟姊妹来恳求主的帮助。伫短期间的病痛当中，阮会当忍受，嘛袂失去信心。不过，当病痛久久无法度得到医治，甚至已经成做阮生命中的一部分的时阵，实在是大大考验着阮的信心。主，求你帮助阮，互你的喜乐充满伫每一个病痛中兄弟姊妹的心内，互因无搁注目伫因身躯的病痛，反倒是主神伫要赏赐永远活命互阮的主耶稣身上。最后，阮也为着教会聘牧的事工，恳求天父上帝的恩典，互你所定义要来牧养文山教会的牧者，紧紧来到阮的中间。特别是伫这段期间，因为疫情的影响，互阮的教会伫聚会的方式、伫圣讲的分担、伫灵命的造就等方面，阮有真大的无相像。
阮真正需要一位牧者来带领阮众人。阮将这祈求摆咧伫天父上帝你的面前，阮众人伫你的面前，同心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收束阮平安。阿门。下面，咱来讲受上帝的话。咱今仔日要看圣经有两位，第一位是伫诗篇23篇，旧约圣经伫第595页。诗篇23篇，旧约圣经第595页。现着我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精英，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教我伫地。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彼得前书2章19节至25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2章19节至25节，伫新约268面。因为人受冤枉，若是为着天良上帝来担忧，这是通学老。因为恁若犯罪受拍来忍受，有啥物好处？恁若行好受苦来忍受，这伫上帝面前是通学老。因为恁受掉本是要安尼。因为基督也替恁受苦，留模样互恁，要互恁缀伊的骹步。伊无犯罪，喙内无鬼客，互人骂无倒骂人。受苦无放刁，独独将本身交托迄个照公义审判的。伊伫柴里亲身担当咱的罪伫伊的身躯，互咱用罪迄面死的人，为用伊即面来活。对伊的伤痕，恁得到医好，因为恁前亲像羊迷路，若是担归伫恁灵魂的牧者，也是监督。下面献诗。青年团契要献诗是谢谢你。
讲到黄传道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耶稣是咱的牧者。因为会说明，会耶和华上帝要甲咱的启示甲扬示。荣耀无比的大帝王，做伙大。我相信即句经文已经陪伴咱真侪兄弟，行过了种种的死荫山谷。可能是伫工作上，可能是伫学业上，嘛可能是伫甲人中间的人际关系顶面，咱拄着困难，咱靠着咱的上帝，伊亲身甲咱讲的这话，咱来得到快乐，咱来得到保护，因为伊是咱的牧者，伊予咱的生命来翻转，来造就，搁来进入伊所带咱的，搁要享受予咱的。拢总的平安、甲喜乐，因为咱就是知影，伊是咱的牧者。无论咱拄着什么困难、什么艰难、什么挑战，咱拢无惊吓，因为咱知，咱的牧者会甲咱同在。耶稣。嘛，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1节甲第5节，安尼甲咱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要入去羊巢，无对门入，对别个所在搬过去的，是贼，是强盗；对门入去，才是羊的牧者。过门的会甲牧者开门。羊认得牧者的声，伊甲家己的羊一只一只叫名，带因出来。伊带家己的羊出来了后，行伫羊的头前，羊就对伊行，因为认得伊的声。因一定袂对青云人颠倒的走闪。因为因毋捌青云人的声，那么也好讲这个比喻，是因为伫顶一章，也就是第9章，耶稣有伫安息日来医好一个出示着失明的人，佮互伊的目睭佮看见。伊的门徒袂当了解，就甲伊问讲：rabbi，这个人出世就失明，是啥人犯罪？是伊本身，也是伊的爸母？耶稣甲因应讲：毋是因为这个人犯罪，嘛毋是伊的爸母犯罪，
是要通过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那么显明上帝什么作为？其实耶稣已经遮尼济新约，拢毋是咧等伊的神通，伊拢是咧显明上帝伊的慈悲、伊的怜悯，伊咧救济济苦难中的人来得到透放，来彰显伊的救恩。但是遮的法利赛人袂当明白上帝的宽容，甲耶稣的怜悯，因嘛阁认为讲，即个本来痴迷的人，出事就有罪。看到伊即马有看到，就有人讲，安尼耶稣是对上帝遐来。嘛有人讲，伊毋是对上帝遐来，因为伊无守安息日，伊是有罪。嘛有人讲，一个有罪的人，哪有可能行即款的新约？因中间来起纷争，来起即个争论。因一直拢无爱相信讲，因家己目睭所看到的代志。所以就问即个痴迷的人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甚至佫叫伊的爸母来问，因拢有照实甲因讲，但是因这法利赛人拢无爱相信，甚至嘛认定耶稣伫安息日来医病，这是有罪。法利赛人伊第二遍，佫叫迄个出示着失明的人，甲伊讲，伫上帝面前，就照实讲，原知这个人是有罪的。伊甲因讲，伊是有罪的，还是无？我毋知。我只有知影一项代志，我前失明，但我有看。因就甲伊问。伊甲你做啥物？伊安怎互你会看见？伊阁甲因讲：我已经甲恁讲啦，恁毋听，哪会要阁问？恁嘛想要做伊的门徒是无？因就甲伊骂讲：你才是迄个人的门徒，阮是摩西的门徒。阮知影上帝捌对摩西讲话，毋过即个人。伊对倒位来，我毋知。迄人佫甲因讲，安尼就有够奇怪。伊医好我的目睭，恁还佫毋知伊对倒位来。咱知上帝无听罪人的祈求，毋过人若敬畏上帝，实行伊的旨意，上帝就会甲伊听。对创世以来，也毋捌听过讲有人互出世着失明的人会当佫看见。即个人若毋是对上帝遐来的，袂当做即款的代志。伊就对伊讲：你出世就有罪，伫罪中大汉，佫敢要来教示阮？因就来甲伊，这法利赛人因就甲伊赶出去，赶出会堂。耶稣听到因甲伊赶出去会堂，后来就找到这个痴迷的人，甲伊问：你有信人子无？伊应讲：什么人是人子？我通信伊。耶稣对伊讲：你已经有看到伊。即阵伫咧甲你讲话的，就是伊。伊讲：主啊，我信。伊就跪落去，甲伊拜。耶稣讲：我为着审判来到即个世间，
通互失明的看见，互目光的变做失明。有一寡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讲的话，就甲问：你是讲我嘛失明哦？耶稣甲应讲：恁若失明，安尼恁就无罪啊。毋过恁讲恁是目光的啊，安尼恁也有罪。这意思是讲，本来失明的人，他已经目金啊，嘛阁相信伊看到的人子，啊嘛较贵。啊，颠倒本来目金的人，伊所毋愿去相信伊目睭所看到的，对上帝遐来的所行的神迹。所以耶稣甲因讲：你若讲恁是失明，安尼就算啦，算恁无罪。啊，毋过恁阁讲恁是目金的，啊，所以恁目金看到，阁毋信，啊，恁真正是青迷，啊，恁真正是有罪。所以这就是咱拄则咧讲的。迄个贼，甲迄个强盗，要入去羊条，无对门入去，对别个所在，爬入去，搬入去，羊仔一定袂去对青云的人，颠倒会走闪，因为因毋捌青云人的声，青云人无法度做因的目标。啊，这个贼甲这强盗。就是遮的法利赛派人，因为连这个青迷变目金的人都知影讲，对创世以来，也毋捌听过讲有人互出世就失明的人来去看见。这个人若毋是对上帝遐来，袂当做即款的代志。连这个失明的人都知影，所以遮的法利赛人，伊所讲的。对青迷的人来讲，伊就青昏啊，伊嘛袂对因行，伊就走闪，伊是拜耶稣，伊就无相信因遮人。虽然耶稣甲因讲遮的譬如，毋过嘛是还阁有人无了解耶稣讲的是啥物，所以耶稣阁甲因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我是羊的门，所有比我较大声来的，拢是贼，是强盗。羊毋听因。我是门，通过我，这个门入来的会安全，通出入，阁会找到草场。贼来一定是要偷、要掠、要杀。要毁灭，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得甲真丰盛。我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确实，咱已经看到耶稣为着咱的罪，为着咱的。活命，伊放杀伊的生命，所以这段经文，咱真清楚看到耶稣伫伊迄个时代所拄着的困境，因遭受到罗马帝国的殖民的迫害，因精神上痛苦，因受到法利赛人。胡乱解说圣经，啊，佮撒都该人霸占圣殿，误会圣礼，来引起耶稣洁净圣殿。这个代志大家加减拢有了解。那么这个乱象，嘛互上帝信仰
的核心价值丧失到要了。佮当时的税金百款，有人头税，有营业税，有圣殿税，也佮有圣殿奉献。人民的生活真正艰难。所以，若伫即个精神苦痛、信用丧失，佮生活艰难的时阵，耶稣出来，来拯救这个拢总苦难的人。这就是咱拄啊，伫咱的经文，互咱真清楚，迄个2000几年前，迄个艰难、迄个苦痛，咱拢有看到。所以讲，所有比我较大声来的，拢是贼，因为袂听因。贼来一定是要偷掠、要杀、要毁灭。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得甲真丰盛。所以，这所讲的贼甲强盗，当然是包括来造成当时以色列人精神痛苦、信用丧失、佮生活艰难，这拢总的这人，就是贼，就是强盗。那么贼来，一定是要偷掠、要杀、要毁灭。耶稣来，是要互咱来得到活命。佮得甲真丰盛，耶稣为着要继续来完成这个使命、这个任务，所以伫耶稣伫要上天进前，伊交付门徒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记载伫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上帝已经将天顶地下一切权柄拢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洗礼，教是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会记日，我逐日甲恁同在，直到这世的结束。遮所咧讲的，我予恁的一切命令，这是啥物？是啥物命令？耶稣搁伫伊伫要互掠，要互掠去钉十字架进前，伊嘛交代门徒一个新的诫命，这就是伊的命令。伊讲：我予恁一条新的诫命，恁着三听。照我听恁，安尼，恁若三听，众人会对这来知，恁是我的门徒。所以，伊甲咱讲的诫命、命令所交代咱的，就是咱来三听，像伊听咱安尼。啊，咱若三听，像伊听咱安尼，众人就会对安尼来知影讲。咱是伊的门徒，咱又搁要安怎来三听呢？咱要安怎做才叫做三听？进前，耶稣是伫行洗礼约翰的门下，伫遐听道。那么约翰奉掠去了后，伊就家己出来，四界去讲道。伊第一个去的所在，伊就是转去伊大汉的所在，迄个拿撒勒的会堂来讲道。伊第一讲转去，第一讲就是讲，主耶和华的神临到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丧乡的人，找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讨放，受关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欢喜的年，甲咱上帝报仇的日，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伊就献归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甲第2节，安尼来教示。这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4章16节甲21节。不过有一寡无共，就是耶稣甲找我医好伤心的人，伊改做甲痴迷的讲，伊会得到佫光。所以咱通看到讲，耶稣是真要紧，特别拍开咱迄个属灵的光，无佫青迷。咱伫灵顶悬，无佫青迷，要拍开咱的青迷，要互咱佫看到光，互光照着咱，来跟对天父，来行属天的路。佫有一个无共。就是耶稣讲甲报告耶和华欢喜的年，就停啊！伊过落去迄句讲，甲咱的上帝报仇的日子，伊无讲。所以咱真清楚，耶稣并无希望迄种上帝报仇的日子会来到，因为上帝报仇的日子是山崩地裂，是死伤无数。一大灾难的日子，耶稣的怜悯，伊嘛无希望这个日子会来到。伊干那报告甲耶和华欢喜的年，所以伊要爱咱去帮助，拢总需要帮助的人，去互受掠着头帮。去互痴迷的，佫看见；去互失去自由的，来重新来恢复自由。主耶稣是咱的牧者，伊爱咱平安，伊无爱咱受难。伊嘛是在甲咱讲，战争无法度解决所有的代志。若无伫五块饼、2只鱼，迄个当时，迄个5000几人伫遐咧听候耶稣一个号令，来对抗罗马，迄个社会政权。迄个当时，耶稣伊早就会使爬起咧战马，升旗起义。伊若着到尾仔来骑驴啊！来入耶路撒冷，到尾，佫甘愿为着咱的罪来钉死伫十字架，成做咱愿望的瓦壳。咱来看古今中外，咱来看春秋战国，咱来看秦始皇，伊吞六国，六国归统。咱来看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伊伫差不多伫春秋同时期，伊就建立了横跨欧洲、亚洲、甲非洲三大洲的世界上大的国度的王国。像因即两个遮尔伟大的皇帝的国王，伊除了互咱历史的财物了以外，因对整个的人类有啥物帮助？像因遮尔大的皇帝，这叫做丰功伟业，有啥物帮助？咱来看咱的耶稣基督，伫耶稣死、搁活、上天了后，所有的门徒拢持守伊所交托的诫命。佮落实伊所交付的大使命，拢诚做使徒去普天的向万百姓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用三听的心来尽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2000几年来，咱的主耶稣毋
毋知已经帮助偌济人来赢过因所拄着的拢种的挑战甲艰难。耶稣基督嘛已经诚做是咱济人伫困难、甲失望中、绝望中，看无未来的当中，迄个望的记号。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嘛是12使徒的头。伊伫彼得前书第2章19节到22节，甲咱讲，拄着无应该受的痛苦，若了解是上帝的意思来忍受，是通称赞。恁若做毋对，来互人拍，来忍受痛苦，有啥物体面？毋过恁若做好诶，来忍受苦难，这是上帝所称赞的。为着即个，上帝呼召恁，因为基督嘛有为着恁来受苦，然后模样互恁，互恁通随伊的骹步，伊无犯罪，伊的喙嘛无诡计。搁伫23章25节安尼讲，伊受勒骂，伊无骂倒转；伊受虐待，嘛无甲人威胁。只有将家己交托互迄位公义的审判者。耶稣伫十字架顶亲身担当咱的罪，互咱用罪死，用义来活。对伊的受伤，咱得到医治。恁前亲像羊迷路，现在已经转来，归伫伊，归伫恁灵魂的牧者。甲监护者，伫遮，咱又搁看到咱转来到牧者甲羊群的对应，所以咱即摆已经转来归伫恁灵魂的牧者甲监护者，咱真正亲像迷失的羊。因为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伊甲耶稣有真亲密的相处，所以伊真了解，伊嘛真清楚耶稣爱咱，伫苦难当中来忍受，伫忍受当中，咱会使直接结连伫上帝国度的平安甲喜乐。耶稣伫十字架顶担当咱的罪，伊受的鞭伤，互咱得到医治。前咱亲像迷失的羊，但咱逐工的生活，不管艰难，不管挑战，咱拢有得到灵魂的监护，因为耶稣是咱的牧者。咱三甲来祈祷。人民人的天父上帝，稳定的主，我感谢你，感谢你的施恩赐福，互阮通明白你的旨意甲引带，互阮无像济目犢迷，虽然看到真理，也阁毋愿接受。求你赏赐互阮高雅的气力，互阮伫苦难中，嘛会当来享受你所赏赐的永远的福乐。特别，伫即摆武汉肺炎全球爆发的时，现在阮的确会当安然度过。虽然经过死命山谷，毋过阮安稳自在，阮无惊吓，
因为阮知主啊，你是阮的牧者。感谢天父，你听我的祈祷，献上我的感谢甲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下面，请咱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新圣诗第136首。第136首，耶稣做咱牧者。耶稣做咱牧者，顾咱拢无害，抱伫伊的行程，真安稳自在。咱应该着缀伊，倚靠伊带路，无论经过旷野，也是踮草坡。请起立，吟全首。所做咱牧者，顾咱拢无害，抱伫伊的行程，真安稳自在。咱应该着对伊，我可以带路，无论经过旷野，也是踮草坡。耶稣做咱牧者，慢慢伊声音，伊细声来解释，感动咱的心。有时虽然责备，永远有慈悲，只有伊会带咱是属于耶稣做咱牧者，为着有来世，应所留的宝血，西洋甲清气，大家有记号，是牧者看面，那有主的关系，就像的关系。耶稣做咱牧者，可以照保护，在咱虽然得罪，有权的照顾，经过辛酸苦，安静通行。咱着好担真情，被伊阮当赢。请坐。下面，咱备办心来奉献。
坐。下面报告，请咱先开咱首报。咱第二面报告以前，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遍。金句：恁若做毋对，互人拍，忍受痛苦，有啥物体面？毋过恁若做好，来忍受苦难，这是上帝所学落的。为着这个，上帝呼召恁。因为基督嘛有为着恁受苦，然后模样互恁，要互恁通缀伊的骹步。彼得前书2章20到21节。恁若做毋对，互人拍来忍受痛苦，有啥物体面？毋过恁若做好来忍受苦难，这是上帝所称赞的。为着这个，上帝呼召恁，因为基督嘛有为着恁受苦，然后模样互恁，要互恁通缀伊的骹步。彼得前书2章20节到21节。好，接续看咱下周的圣讲分担的部分。后礼拜咱是母亲节的联合礼拜，领唱是敬拜团司礼张义如执事、苏琴、潘秀丽姊妹，献诗主日学司献是郑仁娇执事、甲赖云如执事，交代是赖云如执事、甲罗德安兄弟，音控是彭兆亮执事、甲张家瑞弟兄。5月份的第外长老是张恩林、张恩林、张恩林长老。拜三三间基督会主理黄传道司会是潘美燕长老。题目生命的家。经文是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14节，欢迎大家来参加查经基督会。主日是黄传道，题目是母亲节母亲的节日其他圣经圣诗启应金句的部分，请咱伫家己来看。请过来先到第6面教会消息报告的部分。第一点要报告无记载伫咱的消息报告当中补充的部分是本主日是中华青年事工的主日咱请所有兄弟为着青年事工来关心代祷。来接续报告奉献的方式因为咱目前有一部分的兄弟姊妹是透过伫直播的方式伫厝内来参与咱的礼拜因的奉献嘛，有人直接就透过这个银行的方式来汇款过来所以伫这个所在有2点这2个所在，请大家来注意。第一就是咱伫教会的户头伫银行银行的户头咱是开伫玉山银行的木沙分行这间分行应该咱真熟伫咱台湾街头超商对面超商对面迄间玉山银行1楼迄就是伫伊的木沙分行另外伫邮局的部分伫咱木沙邮局木沙邮局就过咱搁较往进前还未到中油加油站遐青阳顶口遐已经邮局所以伫周间咱特别是参加直播的这些兄弟姊妹，你伫周间你若是住伫这附近的，还是讲你的附近，你的上班的附近有这玉山银行，也是咱的邮局你拢会当去用无簿的方式直接写这账号，写这户名直接都寄落去。但是你若是无附近无这银行无邮局的时阵，你可能透过譬如中华银行啦，还是讲第一银行，咱就用汇款的方式。伫遮要甲大家请交代，就是讲，咱去存款还是去汇款的时阵，咱一定爱将咱奉献的人的名你的大名一定爱写去。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你若这个奉献的金额是要为着节日，比如咱过来下母亲节。还是讲为着团契，比如咱的主日学、青年团契、少年团契，相连等等，麻烦咱一定爱将这个迄阵母亲节，咱就将母亲节这个字顺序甲写落去，安尼咱财务当工咧出来的当工咧整理这些写目的时阵会当更较清楚。这点爱请咱大家来斗相共。第2点是礼拜组开会的通知，礼拜事工组咱的会议定伫下晡1点伫咱的团契教室要来举行，请咱相关的中级同工来当出席来参与。第3点是中级会开会时间的变动，5月份的中级会咱开会时间有甲调整到第3礼拜，就是5月17日要来调开。第4点主日礼拜司礼教育训练，伫迄
5月17日中级会了后，咱会举行中级司令的教育训练，请中级来劳保参与。第5点是2019年奉献的证明，咱2019年奉献的证明已经出来吼，咱主日礼拜了后会当到1楼的办公室柜台遐来签名来领取吼。第6点是少年团契新东港的名单，会长林崇慧，文书黄慧谦。贵给张丁宪出纳张信仪，公关是潘伟新。第7点，教会牧园管理办法有修订吼，咱小会伫个4月26号一天有修改咱牧园管理的办法，管理修改的内容已经搭伫咱1楼的公布栏吼。第8点是咱伫后礼拜5月7日要来颁发即个奖学金吼，颁发奖学金。接下是为着咱集体咱了集体来祈祷恳求主来医治啦吼。过来是武汉肺炎相关的消息吼。第1点，咱要来征求即个量体温的甲消毒的单工。第7点特别来可能甲请咱兄弟来注意啦吼。咱目前台语礼拜甲华语礼拜加起来差不多130个至140个啦吼。所以有时咱会感觉讲，咱教会有真侪人嘛，有100外人，所以伫这单工的方面，可能有真侪人会来参与啦吼。不过事实，咱几个月运作落来时阵吼，咱了解讲，咱其实真需要，咱真需要咱的这单工吼，咱来分担这个圣工的分担啦吼。我想，圣工的分担甲主日礼拜同款的重要，因为这拢是咱来服侍上帝吼，所以若是。兄弟姊妹，咱会当的时阵，咱会当来参与伫即个量体温是消毒的单工来做一个服侍。5月份过来，咱接续还有5月7日、5月17、5月24到5月31即个部分请咱大家来注意。第2点是疫情的部分有5点，我想咱规段期间咱已经拢真清楚，咱教会嘛做了真好势即个部分，请咱家己看。防疫，咱的群组内底目前有148位，若是未加入的嘛，欢迎大家尽量会当来加入。直播的方式，咱资讯组一直拢有伫咧做即个更新如伫遐咧改进所以目前即个直播的方式嘛，应该是做了袂歹若是无方便来到教会，嘛会当来参加咱即个礼拜的直播的方式。教界消息这部分，则请咱家己来看。以上报告毋知咱今日甲咱无新来的朋友，好，咱过来吟沙尾变的诗，圣诗第389首，圣诗389首。吟诗煞，请张文林长老来作导，请起立。咱做阵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叹、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